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宜兰的苏澳，当地出名的景点冷泉，因为大量淹水积烂土，这个冷泉拢变做泥泉咯。当地业者讲，加在这个冷泉，伫个寒天本地就较无人客，若是热天拄着这种的悲剧，迄就真正要靠无目屎咯。 规个水面互烂土砍掉咧，树叶机嘛伫水面铺咧。宜兰苏澳真出名的冷泉，即马变作是烂土泉。原本是很清澈的，你看那些轮胎的话，那个就是洪水冲的。对，栏杆上面那个啊，全部都是洪水冲的。围墙的栅栏拢是链仔甲粪扫，苏澳冷泉是伫较低水的所在，风风风台外围宽流，搁有东北季风强办的雨势，互地下内积水，甲大人的肩胛头变悬。 到上面这里，一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它的水退之后的残留。冷泉是在地真出名的景点之一，浸开观光客是可，尤其会当免钱入去的苏澳乡亲，常常来这透心凉。不过即马互土水淹掉咧，恐惊要用真侪时间来修复。冬天嘛，也本来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潮，如果在夏天人潮多的时候发生这种事，哇！ 那就损失很不小了。这边的居民呢，也是持续的不断在清理家园当中，就是希望赶快把这些泥泞清出去，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样貌。生活甲生理拢受到巨大影响，乡亲拢就是要较紧恢复宜兰苏澳过去的日常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